来看第80届联合国大会伫美东时间初9开会哦。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，外交部长林佳龙最近是告诉外国媒体，呼吁爱甲台湾纳入国际社会，理解中国对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恶意的解释。外交部今仔嘛来说明推动参与联合国相关的规划。外交部长林佳龙透过去南韩主流媒体朝鲜日报。呼吁联合国成立80周年的时阵，国际社会应该纳入台湾。今麦联合国大会开议，外交部嘛开记者会，讲今年参与联合国的规划。政府今年推动联合国案的诉求，仍以提升国际社会对联大2758号决议的正确认知为主轴。事实上，联大第2758号决议仅解决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，全文未提到台湾。外交部讲，会凸显中国扭曲联大第2758号的决议，排除咱国参与联合国体系不同的行为，而且嘛请友邦甲理念相我的国家替咱发声。另外，有立委建议推动以台湾的名加入联合国，外交部讲拢会采纳。首先是中华民国国民，那台湾也不排除，只要说是维持国家尊严，我们都可以接受。另外，3年一届的国际民航组织 IQ 会议，23会伫加拿大蒙特罗举行，咱国嘛争取加入。2024年。我们提供了164万管制架次的服务，扮演了维系这个区域航空安全非常关键的角色。我们跟区域各国的空域密切相关，台湾参与 IQ 将让这个区域的合作更加完善。交通部强调讲，咱国长期以来全力遵守国际民航组织的规范，共同守护全球飞行的安全。希望国际民航组织重视咱台湾专业的角色，确保全球的飞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